事吧？没事。你想死啊？砸我的车，我招你惹你了？美女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要不你看你这车玻璃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赔？我这车可是限量版，这块玻璃起碼50萬，你拿什麼賠？住手！50萬！美女，我要是說我下次再賠給你，你應該不會同意吧？少廢話，快說，今天這事兒怎麼辦？美女，我看你最近2個月夜裡輾轉難眠，白日心煩氣躁，虧水遲遲未治，對吧？不如這樣，嘿嘿，我幫你把病治了，咱們兩清，如何呀？臭流氓，砸我的車還敢占我便宜，我打死你！美女，我要說這是意外，你信不？Oh baby， 我打死你！住手！若若，子嫣，他占我便宜，還摸我胸。哎，你別亂說，明明是你自己撞過來的。那你好好扶我不就行了嗎？幹嘛非得往我胸上摸？別說了，若若，剛剛我也看到了，他確實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就是啊。我跟你講啊，你得趕緊控制好自己這脾氣，要不然玉砌下沉破了肝火，等大姨媽突然來找你就慘嘍。若若，你好，請問您是從神醫村出來的嗎？你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神醫他住在哪裡嗎？神醫？該不會說的是我師父吧？你找他幹嘛呀？是這樣，我的爺爺被人暗算，下了毒藥，我想請神醫下山，幫我救爺爺。這樣，哎呦，他已經離開神醫村了，恐怕無法出手啊。只不過嘛，不過什麼？只不過救人不一定要找他。這樣吧，你們把我送下山，我幫你們把人救了。咱們就算賠修車的錢，如何呀？真的？我呸！子嫣，別信他，你看他穿的，我肚子好痛。若若，你怎麼了？我已經2個月沒來那個了。今天，哎呀，不知道怎麼就。我就說嘛，讓你控制好脾氣。你幹什麼呀，你臭流氓！這怎麼可能？子嫣，我肚子好像不疼了。真的？你真的會醫術？還行吧，也就比你們說的那位神醫強一丟丟。子嫣，你終於回來了，怎麼樣？神醫找到了嗎？爸，那位神醫已經不在了。什麼？難道天要亡我們唐家嗎？不過，我請來了這位。啊，我叫林峰。林峰也很厲害的，我想請他給爺爺看一看。對了，他剛剛還把若若的病也給治好了。才不是呢，我是自己痊癒的，跟這個臭流氓沒關係。你罵誰臭流氓呢？我讓你大姨媽來了，你還罵我？你不應該感謝我才好。江天笑，你來幹什麼？給我滾出去！哎呀，寶貝兒，這麼久不見了，火氣還是這麼大。我當然是聽說你請什麼世外高人來救你爺爺。這現在騙子這麼多，我擔心你被騙，當然得把把關呀。那世外高人呢？我瞅瞅，搁哪呢？呀，就這麼個造型啊！
寶貝，我跟你說，我看啊，你是覺得你家老爺子死得不夠快啊？你少得意了，林峰是我從神醫村請過來的，他肯定有辦法救我爺爺。神醫？哎呀，小子，我跟你說，你要是能看出這老爺子得了什麼病，我江天笑跪下給你磕3個響頭。好，不就是一條蛊蟲嗎？至於讓你這麼自信嗎？子言，你看江天笑這反應，不會真被這個臭流氓給蒙中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這蛊蟲從來沒有聽說過，我也不清楚。林神醫啊，你既然能看得出來，就能解，对不对？解？他拿什麼解？我實話告訴你，這老頭子中的是失心蛊蟲，放眼天下，無人能解。林峰，他說的是真的嗎？失心蛊蟲乃天下奇蛊，若是沒有母蟲做藥引，確實無人能解。可惜啊，爺爺，這可怎麼辦？難道真的沒有辦法救您了嗎？哎，我還沒說完呢。可惜，這其中不包括我。就你？本少承認，剛才小瞧了你，沒想到你能認出這上古奇術。但若想解開這失心蠱，除非你有母蟲在手，不然就算是大羅金仙來了，也束手無策。林峰，只要你能救我爺爺，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。唐氏家族的1半財產，我都可以給你。財產不必了，你這絲襪脫下來給我用。我操！什麼？子言，我就說他是個臭流氓，你還不信？現在暴露了吧？他和江天笑一樣可惡，都是變態。你，林峰，如果你非要絲襪的話，我拿個新的給你行不行啊？絕對不行！我沒跟你開玩笑啊！要想救你爺爺，現在就脫，否則你爺爺活不過今天中午12點。子言，你別相信他，他就是個臭流氓，他要占你便宜。是啊，貼身衣物贈與他人，這要是傳出去，你以後可怎麼嫁人呢？爸，別說了，只要能救爺爺，什麼代價我都願意。好一個什麼代價都願意呀！唐子嫣呀，唐子嫣，你要是早從了我，不就沒這檔子事兒了嗎？呸！你做夢！哎，转过去！哎呦！林峰，給你，一定要救活我爺爺，拜托了。小子，你要是敢騙我女兒，我唐家一定不會放過你的。放心，保證挖到病除。找到你了。大小无形，大音希声，正力无形，胎化一形。去！那这失心蛊蟲之所以被稱為天下奇蠱，就是因為孕育極難，不僅需要特殊地氣，還需要極陰之力，這天下早已沒有。但是天無絕人之路呀，只要做出母蟲的氣運，子蟲自然會被吸引出來。
子言，我怎麼感覺他好像在說你腳臭？哎呀，你別胡說，這分明是在救爺爺呢。救湯子嫣，都這個時候了，你還相信這個臭小子是吧？我跟你說，他要是能拿這絲襪救人，老子當場吃了都願意。爷爺，爸，我去，爸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林神医啊，太感謝你了，从今以後你就是我湯家的恩人吶。嘿嘿嘿，謝謝你，林峰，多虧了你救了我爺爺。臭流氓果然是臭流氓，連救人的手段都這麼嚇人。這怎麼可能？桌上明明說過這古城無人能解，這鄉巴佬怎麼做到的？小子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我是誰不重要，你管不着。但是你現在是不是該履行承諾了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啊？那這就是真正的定級過废。媽的，竟然敢如此羞辱我！我老报仇！那是干什么？弄死他！是，我看誰敢！带他进去。好，湯子嫣，看來你是下定決心跟老子作對了是吧？給我等着，走！行了，你家老爺子我已經治好了，咱們因果兩清，我先走了。等一等，哎呀，林小友啊，你救了老夫的命，老夫還沒有感謝你呢。哎，感謝就不必了，我救您吶是賠償您孫女修車錢，所以啊，您就不用再……那怎麼行呢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你救了老夫啊，老夫就必須感謝你。必須要感謝啊。那當然了，老夫做事向來是說一不二。老夫決定把我們湯家最珍貴的寶物送給你。那行吧，您老趕緊，我趕時間呢。放心吧，耽誤不了你多少時間。子嫣，一會兒趕緊和林小友把結婚證領了。什麼？爺爺，你說什麼呢？是啊，爸，這婚姻大事不能這麼草率啊。就是啊，湯爺爺，他就是個臭流氓，你怎麼能讓子嫣嫁給他呢？住嘴！這湯家還是不是老夫做主啊？老頭，我前腳剛治好你，後腳你就讓我跟你孫女結婚，你這不是恩將仇報嗎？哎，此言差矣。林小友啊，你看看我孫女，長相不好，還行吧。那身材不好，也還湊合。那是腿不夠長。腿長是長，那也不能亂點鸳鸯譜啊！人家還是第一次呢。你少做夢了！以我們紫嫣的條件，要嫁也得嫁給赤霄戰神手下那些蓋世英雄，怎麼會看上你這個臭流氓？赤霄戰神，他才是真流氓，好吧？當年老子在山上辛辛苦苦給他治病，他倒好，不但對我摸摸搜搜，居然還想泡我。幸虧我機智靈敏，才免遭遇難呢。我呸！你少吹牛！我吹牛，我爸，這個男女婚姻講究個門當戶對。林神醫確實是奇人，但是兩個人門不當戶不對，而且沒有感情基礎嘛。就是啊，爺爺，婚姻大事我還是想自己做主。我不嫁。你們還嫌棄起我來了？我告訴你們，小爺我可是先天之子，即將渡劫成仙的。要想跟我綁定姻緣，除非他天道認可，降下符旨，不然湯家怕是承受不住喲。你就知道吹牛，怎麼不說嫁給你還需要3書6聘，上達天聽呢？
鳳呈祥，天降良缘呐！林小友，你和我孙女子妍的婚事，那是天作之合呀！哎呦我去，道家婚书都出来了，小爷我还有因果未定啊，哪有时间？哎，难不成我的因果与唐家有关？好，抓紧时间，赶紧领证！你们赶緊去把證領了。爺爺，我不去。哎呦！哎，爸，爺爺，爸，爺爺，慢点，我不行了，这爺爺不知道在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我孫女結婚喲。爺爺，我去還不行嗎？没想到刚下山，就先把結婚證領了。師傅啊，師傅，跟你結婚你不中用啊！小爺我這20年積蓄，就讓人捷足先登了。不過我還挺帥的。哎，我跟你說啊，我跟你領證都是因為爺爺的病剛好，我怕他老人家。哎，行，我知道，你是想說咱倆假結婚，你心裡還想着那什麼赤霄戰神。只要你不後悔啊，我都可以。誰讓你躺下的？你給我起來！哎呦，你要幹什麼？你不會要跟我假戲真做吧？想什麼呢你，臭流氓！以後啊，你睡地板，我睡床。什麼？你讓我堂一個在世之前睡地板？你愛住不住，不住你愛去哪兒去哪兒。我住個屁呀！小爺我絕不睡地板。怎麼突然間欲火焚身的？被下藥了？來，林小友，老夫敬你一杯。來，我們老經驗呀，晚上喝點酒，覺睡得香。老爺子，你這酒不錯呀。食材。這個糟老頭子壞得很吶！不行，我得用功力把藥酒逼出來。我是不是剛剛話說太重了？要不喊他回房睡？不要，我又不是喜歡他，就是感覺爺爺的病剛好，不能讓爺爺氣壞了身體。他這個姿勢是在修煉，難道他沒有騙我？真是修仙之人。怎麼逼不出來啊？加把勁兒！不會吧？難道他是在……子妍，這林峰長得挺帥氣，也挺陽光的，可我一眼就能看出來，他內心一定是個悶騷且欲求不滿的大色狼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！若若，我覺得你也太誇張了吧？雖然這個林峰比我心中的蓋世英雄還差了一些，但是他也算是個不錯的人，況且
她也救了爺爺，嫁給他總比嫁給江天笑那個混蛋要好吧？你還不信？這樣，我有一個方法，就是今天晚上难道真的讓若若说中了？我只要穿得性感一點，她就會控制不住自己。這個林峰怎麼這麼機靈？看出來了，看出來了！不聽，谁啊？子言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东西它这不是那个啥，你相信吗？林峰，我压了你！爹，您为什麼非要把紫嫣嫁給那個林峰啊？那小子有什麼好的？這你就不懂了吧？林峰這孩子呀，一看就絕非凡人，搞不好啊，還是我們唐家高攀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呀！不是，這倆孩子大晚上鬧什麼呢？哎，你給我坐下。哦，小兩口新婚，激烈點正常。你去起什麼哄啊？嗨，你聽我解釋，這個是我剛剛用功力逼出來的藥酒。好啊，還能狡辯，我今天殺了你！等一下，別打臉的！別打臉！王子嫣，你們倆在幹什麼啊？老子追求你那麼多年，你轉眼就跟剛認識一天的鄉巴老鬼混到一起，他媽的，就是個臭婊子！話也不能這麼說，誰讓小爺我比你優秀呢？江天笑，誰允許你半夜私闖民宅？你給我滾出去！江天笑，你想幹什麼？三番兩次來我唐宅鬧事，你當真以為老夫沒脾氣嗎？老子就是天！今天我給你們兩個選擇：第一，把你們唐氏集團所有產業都給我，然後讓你的乖孫女乖乖地躺到我的床上，把我伺候舒服。今天的事情就既往不咎。你做夢！好啊，那就是沒得聊了。你選第二個是吧 ？OK， 我就把你們的唐家大院變成唐家陵園。爸，黑龍會的會長黑龍來了，這可怎麼辦？管他黑龍白龍，老子把他打成條蟲。林峰，你有所不知，這黑龍除了是黑龍幫會會長，門徒過千，他自己也是武者宗師，可以以一敵百。現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黑龍，現在幫我把這小子廢了，我要當着他的面把唐子嫣……哎呦！慢着，孫女婿，我先在這頂着，你找機會帶着紫嫣跑吧。爺爺，不是，不就一個武者宗師嗎？你至於那麼害怕嗎？小子，你說什麼？我說，你區一個武者宗師，就敢幫人出頭，真是老壽星上吊，嫌命長嘍！糟了，林峰剛從山上下來，根本不了解武者宗師的恐怖，要是激怒了黑龍，就徹底完了。黑龍，愣着幹什麼？趕緊的，把他廢了！我要讓這個玷污過我女人的男人碎屍萬段。放心，3秒之內，我定能讓他再也站不起來。好，來吧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找死！不要！不可能！媽的，還愣着幹什麼？你起身，給我滅了這小子！是。
不可能，这啊！我说你们黑龙湖还有人吗？都叫过来呀！林峰居然这么厉害，那他刚刚……太好了，有林峰在，咱们唐家有救了。救，小子，还有你们，当真以为我江天笑这么简单吗？江天笑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们一家下地狱呀妈 ！Beautiful， 小瘪三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啊，你能打得过子弹吗？这就是你说的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觉得这几个铁疙瘩能伤得了我？鐵疙瘩，阿西巴西哥呀！啊，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這他媽是雷射 AK47，懂嗎？能爆頭的。這可怎麼辦呢，爸？這麼多槍，林峰就是再能打，他也……就是啊。是啊，爺爺，別說是宗師了，就算是大宗師來了，也很難徒手抵擋這麼多子彈。可不是嘛，唐子嫣，我現在給你個機會，你現在過來，把我這雙切爾西舔乾淨，我就答應你饒了這個小癟三。你欺人太甚！你這個畜生，你就不怕遭天譴嗎？老東西，我就是要當着你的面羞辱你的孫女。唐子嫣，我給你3秒鐘，好好考。你3、2。好，我同意。子嫣，爸，別說了，林峰本來就是因為我才捲進來的。再說，他剛剛救了爺爺，我實在不能見死不救。這，please。起來！我的女人，就算是老天爺也不能滾。你剛才說的這個什麼槍，我確實沒見過，要不打2下試試？你說什麼？小子，你當真不怕死啊？我剛才也說了，他們傷不了我。林峰，是嗎？好，那本少就要看看是你的腦袋硬，還是你的嘴巴硬啊？黑龍，動手！等等，江天笑，我已經答應了你的要求，你也要答應我，務必放了林峰。那個我，林峰，你不用說了，謝謝你救了我爺爺。不是我，我知道你辦法多，但現在已經不是人力所能抵抗。答應我，以後離開唐家。更何況，父親和爺爺年事已高，實在沒有辦法經得住這番折騰了。哦，這個還真是啊！萬一把老頭嚇着了個好歹，還得重新治啊！啊，小子。我們家現在有個病號，看不了太血腥的畫面。各位，敢不敢跟我出去打呀？小子，你不會是想逃跑吧？逃跑？小子，你當真以為你能跑得過子彈呀？既然這樣，黑龍兄弟，那我們就成全他嘍。好小子，跟我走。等我回來。永別了，小癟三。那 What the fuck you doing, huh? 站好了。
这孩子好是好，就是太冲动了。这人怎么跟枪对抗？唐子嫣呀，唐子嫣，不得不说，你找的这个乡巴佬有点胆量，但是不多呀。可惜了，过了今天晚上，他就会变成一具尸体。江天笑，只要你愿意放过林峰和紫嫣，老夫愿意把唐家的一切都给你，包括老夫这条命。爷爷，完了，老家伙，从那个小瘪三把你救活，挡了我的路開始，他就已經死了。哎，不過今天晚上好像是他們的新婚之夜吧？哎呦，這在坊間怎麼說也是喜喪啊！你們應該替他高興才對呀！这黑龍，快，把那小子的腦袋給我踢過來！我今天就要把他的腦袋放在我家的窗前，讓他仔仔細細的看着我跟他心愛的人進行餘歡之樂呀！黑龍，還愣着幹什麼？跟你說話呢，快點兒，把那小子的人頭給我踢過來！哎呦！林峰，我就说嘛，这玩意儿也不好使啊。你现在可以说预言了。别，林峰，你不能殺我！你要是殺了我，江家饒不了你。江家這麼厲害呢？林峰，你別衝動。江家在整個江城手眼通天，如果你今天殺了他，以後江家一定會報復你的。真的這麼厲害？是啊，林峰，我唐家雖然也是江城的富豪，可是和江家比起來，還是差了不少。如果你今天殺了他，以後怕是要永無寧日啊！鄉巴佬，聽見了吧？只要我們江家在，你永遠都別想呀！你對我做了什麼？沒什麼，一點小手段而已。記住，7天之後帶着你江家全族來這兒給我賠禮道歉，否則就跟外面那些兄弟一樣，筋脈寸寸斷裂，七竅流血而死。還不快滾！滾啊！林峰，你給我等着！林峰，啊，你沒事吧？我能有什麼事兒啊？不過剛才你確實不應該這麼衝動，這下江家肯定要報復你了。你這是在擔心我嗎？你該不會真喜歡上我了吧？我哪有啊？我沒喜歡你啊，我這不是擔心我們唐家被你牽連了嗎？都是夫妻了，還分這麼清楚啊？不過有一點我沒搞明白，那姓江的為什麼總針對你們唐家呀？還不是因為天藥。天藥？什麼東西啊？紫嫣，林峰是你丈夫，該讓他知道的。林峰，這就是天藥，是我們唐家最新的發明，可以抑制癌症病人體內的癌細胞增長。還有這玩意兒呢？只不過這天藥的發明還沒到最後一步，始終無法明單。但即便是現在的程度，它的專利估值也可以高達100億。這麼神吶！你怎麼能亂吃呢？你快吐出來！是啊，你這孩子沒病吃什麼藥啊？這天藥有點一般吶。你真能胡說！這天藥
可是凝結了我們唐家幾代人的心血，所用材料無不是奇珍異寶，而且為了調配最完美的比例，我們唐家已經投入了近100億的科研資金。你只嘗了一口，就敢說一般？本年林下參5000，天山雪蓮2两，深山石斛6滴，最後的點睛之筆應該是月光菩提子，你們應該加了3顆，沒錯吧？你怎麼知道？難不成你偷看過天藥的配方？這我一嘗就嘗出來了，還用看什麼藥方啊？切！你們都不信啊？不信拉倒，我睡覺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这药方啊存在一些問題，这人參和雪蓮藥性相衝，導致無法凝結成丹。回頭你可以把雪蓮換成這藥性偏寒的雪蓮子，自然陰陽調和，解結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如假包換。林峰，你要是說的是真的，那可真是幫了我們唐家一個大忙。但是就算是凝結成丹，這給病人吃了，頂多也只能多活2天。啊，這是升級版的配方，你按照這個試試，只要病人沒嚥氣兒，吃了之後應該立馬能康復。真的？哎，快讓我看看。看看，這也看不懂啊。子言，您看看。來，爹，爷爷，這一時半會兒我也研究不明白。但是，林峰，你未免也太誇張了吧？怎麼就能保證人只要沒嚥氣就一定能救活呢？你回頭試試不就知道了。哦，困了，你們也回房間吧，我睡了。你这孩子不像話呀！子言，爺爺問你，新婚之夜，你讓我孫女婿睡客廳？怎麼會呢？林峰，我當然不會讓你睡客廳了。走啊，回房睡。不去，本帥哥可是有尊嚴的，寧可睡沙發，也絕對不睡地板。又胡說，我怎麼可能讓你睡地板啊？當然是一塊在床上睡呀。這可是你說的。哼。今天晚上你可得溫柔點兒，人家還是第一次呢。我跟你說吧，小爺我可是純陽之體，再加上我修煉多年，爺爺過後啊，保你百病不侵，比你那什麼破天藥強多了。仔細想想啊，還真是便宜你了。你想什麼呢你？誰要跟你睡了？你给我起來！想什麼呢你？看見沒？這條線不許過線啊！膽敢過線，老娘閹了你！不過就不過，有本事，有本事你永遠別過來！你臭流氓！醫生，我還有救嗎？小伙子，你這情況很難治好啊！少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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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爺！大夫，那你倒是說呀，我家少爺到底得了什麼病啊？他屁股上這內痔外痔混合痔異常難見，要是不治，以後屁股拉屎肯定困難。你剛才說我得什麼病？
你得的是痔瘡啊，小伙儿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我去你的！林峰，乡巴佬，果然在耍老子！过来，少爷。是。林峰，唐子燕，这次我要你们一起死！我去，师傅说的没错，这剩下的时间确實精彩，不枉我捨身入局，尋求因果。你這個臭流氓，把眼睛給我閉上！哎，孙女士，来，快来坐。哎，子妍已经去公司上班了，我特意让人给你熬的猪药生蚝粥，你也得好好補一補啊。你的孫女萬是防我跟防賊似的，我補她幹啥？不像話！一大早就唉聲嘆氣的，江家有什麼可怕的？確實是，實在不行，我就把張家一家子都毒死，怎麼樣？賢婿啊，這裡面的事兒沒那麼簡單。算了，說了你也不知道，你啊，保護好紫嫣就行啊。哎，說得對，孫女婿啊，你吃完後，要不你也上公司上班去，就給紫嫣做個保鏢。怎麼樣，老人啊，我極度懷疑你有其他目的。哎，我一個月給你開10萬，我差你那仨瓜倆棗啊！100萬，一言為定啊！哎呀，老夫這雙眼睛不減當年吶。這看人就是準，多好的孫女婿呀！哎，爹啊，你這麼撮合紫嫣和這小子，是真覺得他能保護咱們唐家？咦，近臨其事池中，一入風雲變化龍，能不能攀上林峰這條金龍？那就得看咱們家紫嫣的造化嘍。哎，站住！收破爛的，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，就敢往裡闖。收破爛的，我鄙人不才，是你們唐總老公啊。就他，笑死我了！大白天哪來的瘋子？去，別耽誤我們工作。你老婆要是唐總，那我老婆還是王母娘娘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們要不信，可以去問那唐子嫣呢。唐子嫣，少廢話，再不走，一會兒讓你爬着出去。子嫣，昨天晚上林峰那個臭流氓沒佔你便宜吧？昨天晚上我們都沒睡一起，能發生什麼呀？這我才不信呢！我跟你說，你可得小心點兒。這個臭流氓答應跟你結婚，絕對沒安好心。我是若若，
你能不能別總對……唐總，天耀實驗有反應了，真的？真的。唐总，我们真的成功了！林峰給的配方竟然真的能行，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立刻開啟，安排臨床實驗，看看藥效到底如何。是。子夜，這藥劑新配方你是怎麼想出來的？簡直太厲害了！其實這配方是有人幫我改良的。天哪，你怎麼認識這麼厲害又這麼好心的人啊？是不是又是你哪個追求者？長得帥不帥？什麼時候讓我見見啊？你確定？怎麼，捨不得呀？想金屋藏嬌，放心，林峰那個臭流氓根本配不上你，我會幫你瞞着他的。若若，其實幫我改良配方的人就是林峰。什麼？這不可能！子夜，你是不是被那個臭流氓給騙了？他頂多算是一個村裡出來的赤腳醫生，怎麼可能懂醫藥研究？是真的。不好了，唐总，楼下有個自稱是你老公的人，跟咱們公司的安保隊打起來了。什麼？怎麼樣，各位，還打不打了？你小子別得意，等我們唐總來了，肯定要你好看。林峰，你沒事吧？我能有什麼事啊？倒是你這群員工可能有點小疼。暖暖，帶大夥去醫院。是。走吧。哎，我說林峰，你怎麼會來我公司啊？誰給你的地址？啊？你等我願意了啊？還不是你們家老爺子？林峰，那個藥的配方是你改良的嗎？配方？啊，你說那天藥配方是吧？啊，是啊，不過那玩意兒啊也沒什麼大用。誰說的？那可是唐家100年的心血，我和子夜研究了好幾年，怎麼到你這兒就沒什麼用了？那是因為你們這些年一直都在騙人呢。江天笑，你又想做什麼？這光澤，難不成真是天藥？這研究不是一直卡在凝丹階段嗎？怎麼會這麼快？這天藥一旦量產，其價值絕對不可估量。我什麼我呀？啊，他隨便拿個丹藥出來你就信？誰知道這吃了有沒有用啊？萬一吃死人了怎麼辦？江少講的沒錯，這天藥效果如何，確實需要檢驗。就是，這天藥號稱能夠壓制一切癌症，我倒想要知道有沒有說的那麼玄乎。有沒有？試試不就知道了。上人，唐子嫣，你這天藥不是號稱能壓制癌細胞嗎？我呀，專門給你找來了一位骨癌晚期的病人，我倒是要看看你這天藥能不能把它治好。這不是網上那抗癌博主嗎？他的粉絲量遠超1000萬。我知道他，骨癌可是癌症之王，看來江大少今天是有備而來。要是這樣沒有把他治好，以他的粉絲量，這唐氏集團可就完了。你們看，已經有人開直播了。不，拍清楚點啊！江天笑，你怎么，宝贝兒，這可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啊！我今天就要當着全網的面，揭穿你們唐氏集團的假面目。唐子嫣，怎麼樣？要不要跟我賭一把？你想賭什麼？就賭你這天藥能不能把人治好。若是治不好，你，包括你整個唐氏，都歸於我。那要是治好了呢？怎麼可能治好？
如果治好，我二话不说转身走人，并且发誓当场跪下给你道歉，如何？好啊！不行，我看过他的视频，他的癌细胞已经侵入五脏六腑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了。神仙救不了，我能救。啰里吧嗦的，要不要赌啊？好，我跟你赌。来人，取药。这病秧子的五脏早已溃烂，根本活不了几天。就算这天药真能治好他的癌症，这人也绝不可能活到明天。嘿，大家看见了吧？唐子嫣就是个骗子，还说什么包治百病。呸！唐子嫣，赶紧滚过来，跪下，把唐氏集团双手奉上啊！江天笑，我说你这人是不是记吃不记打呀？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什么，忘了吗？啊！小子，我早就问过医生了，老子压根就没有病。那不妨咱俩也打个赌吧。你个唬我！老子就唬你了。现在我再告诉你件事，你把那颗天药吃了，7天之后你就不会死，你敢吃吗？呸！妈的，真当老子是傻子吗？啊！这天药果然没有用。李总，看来咱们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子嫣，这药的配方一点用都没有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等一等，也许是药效还没有发作。我相信林芳。唐子嫣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这病秧子的内脏、骨头早就全都烂了，就算他没有癌细胞，也活不过明天。所以说，今天这局你输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你们看，这个人好像要醒了。我操！包应大，这种病入膏肓的患者都能被治好，这天药的效果简直无可估量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身怀绝症，他明明要死了。唐子嫣，现在人都死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完了，卖药企业把人吃死了，唐氏医药看来是真的完了。无良企业谋财害命，你们这些管理层全都要进去吃牢饭。这下完了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还不赶快让人把咱们的股份全抛了！啊，对，林峰都怪你，你这药一点用都没有，还让子妍答应赌约，你看现在可怎么办啊？若若，别这么说，这一切也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哎，别急嘛，天药药性猛烈，患者脆弱，现在处于假死状态，身体正在消化药性，正所谓破后而立，懂不懂啊？我呸！乡巴佬还敢说什么破后而立？这人都没气了，你就给我等着，等着我把唐家都拿过来，到时候
再收拾你。3、2、1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的病好了，我的病全好了。我好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病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不可能！你他娘的不是死了吗？你故意耍我！我真的好了，我从没感觉这么健康过。世上居然有如此神奇的药，我们再也不用惧怕癌症了。唐总，我要预定100颗，我要1000颗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唐总，叫你呢。各位不用担心，很快天药就会投入批量生产，我保证价格絕對親民，請大家放心。王總，你剛剛是不是把咱們的股份全拋了？全拋了！哎呀！保安，把這3個無關緊要的人給我拖出去，看着就礙眼。別動！放開我！我們錯了，求你再給一次機會。子言，我是李伯伯呀，我和你爸的關係一直都很好，你不能這樣。林峰，這次多虧了你，要不是你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哎，不是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說這些幹啥？你要是真想表達感謝的話，不如今天晚上，不理你了。我說江大少，你是不是該履行賭約了呀？林峰，你少得意！該死，這天耀竟有起死回生之能！不行，我今天必須把他搶過來，還要讓林峰，不，在場的所有人都得死！來人，給我包圍唐氏集團，一個蒼蠅也不准放出去！是。這是。江天笑，你瘋了吧？唐子嫣，我也沒想到你這天藥竟然真的有作用。既然如此，天藥我得要你們在場的所有人，今天都要滅口。就這麼點人啊？你以為攔得住我嗎？小子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所以本少早有準備。冷先生，江少，就是這小子打贏了黑龍。是，又如何？林峰，這可是我專門請來對付你的武鬥大宗師，見神不壞。我看你還能囂張多久？林峰，你快走！如果他真的是大宗師，那今天所有人恐怕在劫難逃。大宗師，我10歲就是了。狂妄的小子，老夫今天就讓你知道什麼叫宗師不可辱。林峰，小心！這小子怎麼這麼快？你太慢了。小子，你到底做了什麼？我真是搞不懂呀！你說你們山下的人，這屁本事沒有，還總愛動手，是吧？冷先生，
這不可能！你明明看着才20多歲，這怎麼可能呢？聒噪！子言，你看到了吗？他真的把大宗师给打败了。看来爷爷说的没錯，他真的是來拯救唐家的。那怎麼辦呀？我這還沒打過癮呢，不如你陪我練練手啊！不，這絕不可能！你怎麼可能比冷先生還強？去跟阎王爺說吧。你不能殺我！你要是殺了我，上京卓少饒不了你。上京卓少？沒錯，我就是奉卓少之命來謀求唐氏集團的。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饒不了你。這下麻煩了，卓家是3大家族之一，勢力更是遍布整個龍國，門下還有10大護法坐鎮。如果是卓家覬覦天曜的話，恐怕我們唐家根本抵抗不了。怕啦，就老老實實的把天曜交出來，不然等会兒卓少大人來了，你們呀一個個的都得死。老子管你什麼卓少那少的！既然我跟紫嫣已經結了婚了，我就不許任何人傷害她。口氣不小啊，小子！我承認你的功力比老夫強上半分，但你再強，能勝得過當年的琅琊林家嗎？琅琊林家。當年為師下山撿到你時，你身上便有這塊玉牌，因此給你取名為林峰。此次下山，若是有緣，你應該能找到自己的身世。下山後，我曾在唐家翻遍古籍，並沒有姓林的大家族。他說的琅琊林家，是否與我的身世有關？害怕了吧，小子！老夫可是卓家門徒之一，只要你現在跟我道歉，老夫或許可以求卓少網開一面，留你小子一個全屍。我操！把你知道關於琅琊林家的事全都告訴我，否則死！你都知道他是卓家的人了，為什麼還要打他？你難道是讓我們都給你陪葬嗎？完了，這下全完了！這林峰和唐子嫣是夫妻，卓家肯定不會放過唐家的。子嫣，臭流氓這次做的太衝動了，這樣下去，卓家會報復我們的。我們趕緊帶着爺爺跑吧。若若，林峰是我的丈夫，無論結果如何，我都會與他在一起。林峰，你冷靜一點，如果殺了他，事情就真的無法挽回了。紫嫣，我都說了，我不怕什麼卓家。跟你說，要不然就永遠別說了。不怕卓家，沒想到小小的雲城還有像你一樣膽子大的人。不怕卓家，沒想到小小的雲城竟然還有你這麼大膽的人。卓少，屬下辦事不力，還請您責罰。本少不需要沒用的廢物。我操！杀人了！快跑！是你一直在和本少作對啊，對，卓少，就是那個鄉巴佬，仗着自己有點武力，一直護着唐家。有點意思。卓少，我是唐子嫣，只要你不傷害林峰，天曜的事情，我想我們可以好好的商量。唐小姐倒是豁得出去，不過我要是把你們所有人都殺了，那這天曜不還是我的嗎？什麼？
紫嫣，講道理沒用，換我來吧。倒是有些膽識。林峰，你現在若是自裁謝罪，我便饒了其他人。你的人剛剛說的琅琊林家，和這塊玉牌有關係嗎？好，竟然在這兒找到了林氏的餘孽！来人，斷其四肢，帶回卓家。不要！这两位可是卓少的貼身護衛，武功高強的很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不要！紫嫣，林峰，你是因为我才被捲入这些事，我绝不会讓你因此喪命。卓少，只要你能不傷害林峰，天耀的專利，我可以無償讓給你。紫嫣，你……噓，你沒資格跟我談條件。天耀我要，林峰的命我也得要。卓九思，你敢傷害林峰一根手指頭，信不信我現在讓實驗室的人銷毀所有的數據，就算我死也不會讓你得逞。紫嫣，可以了。卓九思是吧？現在是你卓家和我的事，與其他人都無關。好，好，好，這個唐紫嫣是你的女人吧？那麼這樣，我給你個機會，你現在自卸四肢，跟我回卓家，我不動她。我也給你個機會，說出當年的事，我跟你留一全屍。找死！給我上！連傷我卓家3人，林峰，我倒是第一次見你這麼大膽的人，你當真不怕死嗎？該不會你把自己也算上了吧？我還是頭一次遇見出場時間這麼短的反派。你要幹什麼？不是不願意說嗎？那我等會兒只好問你的屍體了。敢殺我，卓家不會放過你！完了，紫嫣，臭流氓真的把卓九思給打死了，這可怎麼辦啊？卓家一定不會放過他的。若若，別慌，我們要相信林峰。幸好林峰沒事，要不然我……秘法，靈魂術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別跑！跑啊！怎麼不跑了？豬八天，你將我林家趕盡殺絕，就不怕遭天譴嗎？老夫離先天境只差一步之遙，若想突破，就必須要你林家的琅琊秘寶。要怪就怪你林家太弱了，活該被我卓家吃乾抹淨。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拿下他和他兒子，林家秘寶我要定了，給我上！
风儿，忘记这一切，去做个普通人，活下去。杀了他们！好一个主角！峰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别杀我！我以后跟你做牛做马，求求你別殺我！我不殺你，帶着卓九思的屍體回楚家，告訴他們20年前的賬，我林峰會親自去算。好的，快！謝謝峰哥。殺我父母，滅我家族，奪我林氏秘寶，此仇我林峰必報。辛苦出行，看來師父讓我下山，就是為了讓我尋找自己的身世，了卻因果，突破成仙。林峰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完了，紫妍，朱氏家族手眼通天，不會是因為他殺了卓家的人，引得老天報復了吧？林峰，我們快逃吧！紫妍，這是我的天劫，逃不了，也不需要逃。金龍，一刻一人登仙境。今日我林峰戰龍正道。天生異象，金龍當空，難道有神仙降臨不成？那個方向是江城，難不成是他？首領，難道你說的是那個人？他下山了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北極，即刻前往江城。屬下遵命。爸，等大哥拿到了天藥的專利，整個龍國的醫藥市場都將被我們掌控，到時候就算是赤霄，也不敢輕易動咱們。不過赤霄畢竟是龍國的官方組織，咱們還是要暫避鋒芒。這是金龍現世，這等天地異象，定是有仙人降臨。快，速速準備迎仙大會，必須要把這個仙人請到我們卓家。好，不好了，這就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卓大壽，他死了！什麼？
这他娘的是谁干的？是唐家的新赘婿林峰。江主，他还是琅琊林家的遗孤。什么？原来是林家当年的余孽。贾蓉，爸，召集卓家10大护法，我要让这个林峰还有整个唐家都给你打个陪葬。林峰杀了卓家的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慌什么？卓家怎么了？杀不就杀了吗？爸，那可是卓家呀，那是龙国巅峰的存在，随便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他们。怕什么呀？等卓家人来了，全都灭了不就完了？你个臭流氓，还吹牛！等一会儿卓家的人来了，我们都得给你陪葬。若若，别这么说，我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办啊！现在啊，你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自裁谢罪，省得活着受罪。江天笑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我这次来可是替卓家给你们捎句话，江城全境已经被封锁，现在连半只汤也都分不出去。爸，卓家动作这么快的吗？小子，我是收拾不了你，但是有人能。实话告诉你们，卓家的10大护法已经集结，你还有你们所有人就在死亡中等待着。什么10大护法？那可是比大宗师还要强悍，可以以一敌千的存在。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赶紧滚吧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嘴啊？不如这样，小子，你把唐子嫣送过来伺候本少，伺候舒服了，说不定我可以在卓家面前美言几句，到时候可以留你狗命一条。江天笑，你是不是又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？算算日子，你这条狗命没几天了。好，林峰，我收拾不了你，有人能收拾你。你把脖子洗干净，等死不？你们都在担心什么呀？那该担心的不该是他们卓家吗？那可是统领卓家的10大護法，隨便一個人的戰力都可以覆滅一個小國。你以為你是能夠統領赤霄3千宗師的赤霄首領嗎？他10大護法又怎麼了？老子一巴掌就拍死他們！你是不怕，可我們唐家上上下下有上千人，你能護住我們所有人嗎？還真是，是我先考慮。子嫣，拿着這個。林峰，這是什麼？拿着它去江城赤霄分部，讓人來保護唐家。你就吹牛吧，拿這麼個破玩意兒還能調動赤霄？你以為你是誰啊？我懶得跟你廢話，走了。啊，林峰，你去哪兒啊？我去消滅那10大護法，在家乖乖等我。我看這臭流氓就是話說的好聽，已經被嚇跑了。若若，你別這麼說。哼，拿這麼個破牌子想糊弄你，我不罵他罵誰啊？嘿，這牌子有點眼熟。不對，莫非這真是赤霄令？啊？爺爺，你確定這當真就是赤霄令？之前我也只是聽說過，但是跟傳聞中的有幾分相似，我也不敢確定。但是我相信我孫女婿。子嫣，爺爺陪你走一趟。嗯。子嫣，你爺爺是不是被林峰給下蠱了？這麼扯的事情他也相信？林峰是很厲害，但要是說他能和赤霄殿有聯繫，甚至命令赤霄殿，
来人止步！這裡今天不对外開放，趕緊離開！啊，你好，我們找赤霄江城分部負責人，麻煩你給通報一下。誰要見我？啊，您好，我是江城唐家唐傲骨，上京卓家要对我們唐家不利，我們來是……你說的事情與我赤霄沒有關係，我這裡馬上要來大人物，不想死就趕緊離開。紫嫣，我就說不行吧，要不咱們趕緊回去吧。再等等。啊，我們是來求助的，我這裡有赤霄殿的信物為證。這東西你們是從哪兒得到的？這怎麼可能？林峰那個臭流氓真跟赤霄這種大組織有關係？爺爺，難不成這真是赤霄殿的令牌？這是我孙女婿林峰給我的，他特地讓我……闭嘴！你们假冒赤霄信物就算了，還敢來我赤霄分部鬧事，分明是不把我赤霄放在眼裡。來人！不可能啊，大人！大人，你听我们解釋。完了，紫嫣，我們這下真的被他給害慘了。要不您再仔細看看，是不是剛才看錯了？放肆！本將是什麼身份？豈會認不出本殿信物？真正的赤霄令根本就沒有這塊玉石。這不過是江城的一個普通世家，竟敢偽造赤霄令，好大的膽子！此物必須立刻銷毀，要是讓首領看見，我也得被你們牽連。哦，沒想到你們準備做得挺足，贗品還挺下功夫的。來人，把本將的大刀拿來！我還不信這個邪了！大人不能死！爺爺，都什麼時候了，還管這麼多？可是這可是個屁！等本將砍了這個贗品，再來砍你們幾個的狗頭！給我住手！这是怎麼回事？首領大人，您來了。有幾個來我們赤霄分部搗亂的人，我正在處理，沒能遠迎，還請恕罪。搗亂？是啊，這3個人不光偽造赤霄令，還敢招搖撞騙，屬下這就將他們繩之以法。瞎了你的狗眼，連赤霄令你都不認識？你們有什麼事？這赤霄令，你們哪兒來的？大人，我們是江城唐家，現在因為我唐家一款產品上京卓家，想要對我們唐家出手，這次來是想問赤霄分部尋求幫助。這令牌是我丈夫林峰給我的。丈夫？如果大人不能提供幫助，那我們……你們要多少人？人數嘛，自然是越多越好，但倘若不方便……沒什麼不方便的，立馬帶江城分部所有人前去保護唐家，另外召集赤霄所有宗師級高手，明日之前齊聚江城。遵命。哎呀，想不到我孫女婿在您這兒這麼好使啊！老人家，他遠比你想象中還要好使。林峰那個臭流氓在你們那兒這麼有面子啊？你剛剛叫他什麼？臭流氓啊！他上次還故意摸我胸，不是流氓是什麼？若若，看來師父下山後，生活還是挺精彩的。啊，對了，還想問一句，請問您和林峰是什麼關係啊？你猜？哦，對了，還有一件事，我赤霄從不白幫人忙，所以有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您儘管開口。我要你做我5年貼身侍女，你可願意？什麼？你讓紫嫣做你5年的貼身侍女？你憑什麼提這種要求？如果不同意就算了，那到時候
就给你们自己办了。我就说林峰他没安好心，他肯定早就知道这回事。还有你是不是跟林峰有一腿？所以故意羞辱子夜。你再在我这儿大呼小叫，我叫你一起来伺候我。我同意。那怎么行？子夜，你什么时候伺候過別人啊？這一切都是為了唐家，況且林峰幫了我們這麼多，我理應做出回報。好，我會保證你們唐家所有人一根汗毛都不會掉。多謝。師傅找的師娘好像還挺不錯的。林峰這小子，竟然讓我女兒去伺候別的女人，太欺負人了！林峰這個臭流氓，花心鬼，大色狼！等我抓到他，我一定把他給顛了。林峰，你在哪兒？怎麼還是不接電話？子嫣，你還管他幹嘛？哎，喂，林峰，你在哪兒？我在齊天廣場呢，卓家的人馬上就到。你快回來，我已經答應赤霄首領的要求了，他會帶人保護我們的。哎，你放心，我會解決的。不是，他還敢跟你提要求啊？喂，这，啊，這什麼破手機啊？這信號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睜睜看着林峰去送死，我要帶他回來。子嫣，你現在還管他幹嘛？等我陪你去。柳鳳儀這丫頭瘋了吧？她敢跟她師娘提要求？子夜難道沒說她是我老婆嗎？就是你殺了我的兒子。沒錯，是我，琅琊林家林峰。當年我的父親為了琅琊秘寶死在了你的父親手上，這些年我可一直在找你的。你還真敢說呀！你父親比我父親多練20年功，照樣死在我父親手裡。我看你們卓家還真是滿門廢物。你個小兔崽子，你再說一遍！我再說100遍，你們卓家也都是廢物。哎呀，小廢物死在我手裡，老廢物今天上門求死，你們簡直就是葫蘆娃救爺爺。好個伶牙俐齒的小崽子！不過你怎麼說，到最後還是你們林家被我們卓家滅了滿門。今天我殺了你，我要這世上再也沒有琅琊林家。我看還是我先殺你吧，然後再滅了你卓家滿門，好告慰我先輩英靈。你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就憑你一個人能夠敵過我卓家10大護法？廢話太多了，讓你家這10條狗一起上吧。狂妄的小子，你既然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給我上！都給我住手！都給我住手！赤霄首領柳鳳儀，哼，原來如此，難怪你小子敢一個人過來，原來是有赤霄做靠山。諸位，你知道他是誰嗎？你今天敢動他一下，我就先殺了你，再帶人抄你卓家滿門。柳鳳儀，你別以為我怕了你們赤霄，這幾年我一直隱藏修為，現在我早已經練成了爆丹境。既然你帶人來，那今天你就死在這兒吧。爆丹境，這還多虧當年我爹殺死的林家人，我用他們的血幫我凝聚血丹，才能助我突破至爆丹境。小子，看在這份情分上，等會兒我給你留個前世。你找死！師傅，這卓位是用血祭之法修煉，太過詭異，讓我的人先拖住10大護法，你和我一同拿下卓位。不用，既然是為我族人報仇，自然應該由我出手。小子，你可知道我爆丹境的恐怖之處？不用他們出手，我只需一掌。
杀你兒子就是用的這根針，殺你照應。你還敢踢我兒子？全都給我上！我定要此次死无全屍！師傅，快去幫忙！不用。哼！瞬間就讓10大護法動彈不得，難道這就是仙凡的差距？周問，你這10條狗一般呢？瞬間秒殺了我卓家10大護法，此子不過才20多歲，竟然比他父親當年還要強悍。為了我卓家100年的安穩，今天我必須殺了你！什麼？你的廢話比你兒子還多。這只是開始，接下來我要讓整個卓家雞犬不留。多年不見，你比以前變得更強了，是嗎？你放開，別動手動腳的。你現在可是有師娘的人了。林峰，子言，林峰，你沒事兒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能有什麼事兒？哎，子言，你看。卓家這些人都被我打趴下了。你裝什麼裝？要不是你把紫妍賣了，人家能幫你？我把紫妍賣了？我怎麼不知道？還裝呢？要不是紫妍答應做那個女人5年的貼身侍女，你以為赤霄會幫你？你都是跟這個女人串通好的，是不是？若若，你別說了，這事兒怨不得林峰，都是我自願的。等，我這有點亂。劉鳳爺，你給我過來！柳大人，若若和林峰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一定會履行我的約定。你趕緊說，什麼貼身丫鬟，什麼5年侍女，你給我解釋清楚。紫妍，這林峰怎麼揪着赤霄首領的耳朵呀？你現在別問我也有點亂。快說呀，你這丫頭要幹嘛？哎呀，師傅，別揪了，我就是想測試一下紫妍姐姐到底有沒有資格當我師娘嘛。師娘？林峰，柳大人喊你師傅，你到底是什麼人啊？我能是什麼人？我就是我唄。師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師傅可是……首領，卓家派來江城的人已經被我們清剿完畢，請您指示。做得好，回去讓李夸父準備，我今天就回上京。是。師傅，那我就先走了哈，你回去和师娘來上京，記得來找我。我可不敢找你，到時候再鬧出什麼幺蛾子。那師娘，你來找我吧。師娘再見。再見。这個林峰到底還有多少事在瞞着我？你說什麼？我爸，還有我卓家的10大護法，還有去江城的所有高手，全軍覆沒。是啊，少爺，就這些消息，還是屬下冒死打探來的。不可能，這根本不可能！江城唐家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？少爺，據線人說，這次出手的應該是赤霄。你說什麼？赤霄？唐家一個3流世將，怎麼可能得到赤霄的幫助？不行，我現在就要離開榮國，快給我備計，我現在就走。是。爷爺，爷爷，這麼多年您都去哪兒了？我爸爸說您20年前被……當年圍堵林家，我被林清玄用劍挑斷心脈，險些死亡。還好當時那林氏夫婦也是強弩之末，當年的10大護法與其同歸於盡。將死之時，我強撐着從林清玄身上拿到了狼牙固玉，沒想到此物竟能維持我的生命，且讓我修為增長。
這20年來，我在深山閉關修煉，沒想到剛出關回來，竟有如此變故。此仇，我卓家必報。可是爺爺，現在我爸、我大哥，還有卓家的10大護法都已經死了，就剩咱俩還有一些護卫，恐怕……家荣，爺爺這20年來靠着狼牙古玉，如今已經是先天境了。先天境，舍离成为仙人只有一步之遙的先天境，这狼牙古玉还如此功效。当年林清玄能觸碰到成仙門檻，應該就是靠了這狼牙古玉。唉，只可惜我的資質不如他，所以無法突破成仙。但是什麼？爺爺，你快說呀！幾天前，天地異象顯示有一位仙人降世，這狼牙古玉就是召喚他的鑰匙。太好了，爺爺，只要有仙人相助，咱們卓家就能穩坐龍國第1世家的寶座。不錯，不過當務之急是要用鲜血來洗刷我卓家的恥辱。孙女婿，这赤霄首領真的是你徒弟啊？之前在山上呢，碰巧點撥過他。怪不得呢，最近晚上啊，家附近全是槍聲，這合着是赤霄把這卓家給全滅了呀！還是爹的眼光毒辣，沒想到林峰竟然有這種本事，果然是我唐家的乘龍快婿。嗨，本來啊，我是想親自動手的，爺爺，但是爸，這一次多虧了林峰，要不然我們唐家可真是要陷入難境了。哎呀，說的沒錯呀！來，姑爺，坐呀！以後在這個家呀，你做主位啊！徒兒，我路過江城，來陪我吃個飯。師父終於聯繫我了。現在萬事俱備，景懷啊，咱們是不是該抓緊把林峰和紫嫣的婚禮給辦了？好啊，挑個好日子，咱們大辦特辦啊！哎呀，爸，爺爺，這種事兒不得聽我和林峰的嗎？雖然我和林峰已經領了證，但還沒有夫妻之實，林峰他應該不會怨我吧？談你跟紫嫣結婚的事情，你還在看手機？婚禮，哎呀，有啥事回頭再說，我先出去的。爸呀，這林峰是不是不想娶紫嫣啊？紫嫣，你跟爺爺說實話，你和林峰晚上……爺爺，哪有這麼穩的？看林峰這麼高興的樣子，指不定去找哪個狐狸精。走，紫嫣，我帶你去抓姦啊！走，若若，快點，等一下！爸，這……師父，你這變化也太大了吧？那是，為師可不像你，下了山也不知道打扮打扮。就你這樣，你媳婦兒能看上你嗎？不是，我這樣怎麼了？那男人靠的是實力，又不是外表。再說了，我下山那會兒你也沒給我錢，我去哪兒買衣服？紫嫣，你看他帶那個女人來吃西餐，我就說他是來找狐狸精的吧。就知道你會說這事兒。那這個是你這些年給人看病的診金，大概得有1000多個億吧。謝謝師父。紫嫣，你看到沒？那個狐狸精給了林峰一張黑卡，要辦那種卡，起碼得處置過1000萬。他不會被人當小白臉給包了吧？
認識林峰的時候，他連一塊車玻璃都賠不起。過去這麼久，身上肯定沒錢了，是我忽略了這一點，都是我的問題。拿了錢別亂花，多給你媳婦兒買點東西。女孩子啊，就喜歡珠寶首飾。聽到沒有？听见了，師傅。子言，你等等我！子言，有沒有想我？你這麼看我幹嘛呀？林峰，我現在身上也沒什麼錢，這100萬你先拿着花，等天要賺錢了，我再補償你。拿着。不是，你給我錢幹嘛呀？我有的是錢。我知道你現在有錢，但那錢，哎呀，反正我就是不想你花別的女人的錢。別的女人？你都看見了是吧？子言，你聽我說，那個女人其實是我師傅，那個錢，她本來就是我。林峰，你覺得你這話我能信嗎？那麼年輕、那麼漂亮的小女生，是你師傅？不是，那你讓我怎麼跟你解釋啊？沒事的，林峰，你不用解釋。這件事兒本來就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以後一定加倍補償你。那，子言，这叫什麼事兒啊？子言，林峰別回頭，我是子言。夏芷若，夏芷若。林峰，我知道，像你這麼強的男人，子言一個人是滿足不了你的。其實我已經喜歡你很久了。你放心，咱們偷偷的，我可以做小。我去，這夏芷若搞什麼鬼啊？我這大小伙子可頂不住這等考驗呢。怎麼了，林峰？你難道不喜歡我嗎？我的身材肯定比子言還好吧？林峰，你是一個有家室的男人，不能犯錯。我說，小林峰，你怎麼起立了？不行，再不打出就來不及了。你，夏芷若，你在幹什麼？你這樣對得起子言嗎？哪個男人在外面不偷腥啊？你放心，我不會告訴子言的。夏芷若，我叫你心懷不軌，勾引本帥哥，不過也沒辦法，畢竟小姨我過於迷人。行了，好好反省吧。子言，你怎麼在這兒？林峰，你聽我解釋。喜歡我，不喜歡我；喜歡我，不喜歡我；喜歡我，不喜歡我。子言，你不會真的喜歡上那個臭流氓了吧？若若，我也不知道。一開始他救了爺爺，我對他真的只是感激。但是後來，他幫了我那麼多，我就……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有個辦法，能看林峰是不是真喜歡你。真的？什麼辦法？你快說。晚上你故意惹林峰生氣，然後我去勾引他。如果他不上鈎的話，那他對你肯定是真愛。這辦法不太好吧？怎麼，怕我把臭流氓搶走嗎？我怕什麼？就這麼辦。哦，原來是這麼回事啊！所以說，為了幫子言試探我，你還挺豁得出去呀！為閨蜜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倒是你，不僅盯住我，還在我臉上畫豬頭，真惡心！臭流氓就是臭流氓！哎，你這嘴！哎，好了，林峰，
這事兒就不能怪若若，畢竟我也同意了，是我不該懷疑你，对不起嘛。哼，妹子，睡觉去。啊，林峰，你走吧，今晚紫嫣是我的啦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乱来啊！紫嫣还在这儿呢。自己睡去吧，单身狗。林峰，你慢点儿。林峰，你个臭流氓，快给我解开！谁要听你们两个的讲梗啊？林峰这样看起来的话，还是蛮帥的嘛，顏值比那些男明星還要高。林峰，你這麼看着我幹嘛？紫嫣，這事兒我沒什麼經驗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說的像我有經驗似的，人家也是第一次。紫嫣，那個女人真是我師父，那錢是她替我攢下的枕巾。她跟我說女孩子都喜歡珠寶，這是我第一次送女生戒指，你喜歡嗎？喜歡，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你。哎呦，哟，你這孩子這是咋了？怎麼這麼沒精神呀？沒事，就是有點累了。老公，過來扶我一下。哎，來了，來，老婆，哎，老婆。哎呀，你們昨晚上這是？爺爺，你怎麼什麼都問啊？不問。哎呀，我孫女婿昨晚上可是辛苦了。上次給你那藥酒，你喝着如果還行，今晚上再給你拿點兒。我堂堂一仙人，用得着你那東西啊？確實用不上。因為今天你們都……江天笑，你又來幹什麼？我來當然是看你們怎麼死的了。唐子嫣，你說說你，當初要是從了我，不就沒這檔子事兒了嗎？你就是林峰，我兒子和孫子就是你殺的。是啊，又如何？年輕人，我知道你是實力不俗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這等氣息難道是先天境？不錯，這還要多虧了林家的琅琊古玉，不然老夫怕是此生也摸不着先天境的大門。小子，你現在自裁謝罪，本少可以答應留唐家一條活路。以後給我當狗。林峰，千萬不要答應他。區一個先天境就敢過來送死，你們卓家好大的口氣。既然給臉不要，那老夫就親自出手送你一程了，也算了了林家的因果。孫女婿小心！先天境，就這。沒想到你年紀輕輕，實力這麼強。這是你的遺言嗎？小子，你少囂張！就算你實力比我爺爺強，那又怎樣？你再強，能有仙人強嗎？仙人？沒錯，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們林家之所以在武道一途能出類拔萃，都是因為仙人指點。琅琊古玉就是仙人留下的憑證，但是現在他在我們手裡。就是卓少，快把仙人請出來，滅了這小子！林峰，你現在趕緊闖出去，萬一真被他請來什麼仙人，我們恐怕……放心，今天不管誰來，
都得死。成功了！林峰，仙人就要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狼牙古玉最终会指向你？等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所找的仙人就是我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朱老鬼，我这条成仙之路乃是我家族无数人用鲜血铺成的，今天就杀了你们爷孙俩，给我林氏一族祭奠。林上仙，我错了，求你饶我一命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呀！林上仙，聒噪！人呢？人呢？哎，凤爷，爷爷，你就当我是个屁，放了我！哎，饶不了了，时辰已到，下辈子做个好人。爸妈，这是你们儿媳妇唐子妍。爸妈，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林峰的。老公，我怎么感觉我肚子里有东西在踢我？这是仙人之子的金光啊！子妍，你有了啊！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！太好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！